OK，各位老友，今日同大家傾一個非常之扎身嘅話題啊！究竟幸福呢樣嘢係俾人睇嘅，定係自己感受㗎？做房地產經紀10幾年啊，見到啲客戶對幸福呢樣嘢完全係兩種極端嘅認知啊！天哪，這麼神奇嗎？好多啲業主夾硬頂住壓力買到個超出自己能力範圍嘅小區，到最後佢只剩低焦慮啊！亦都有人住住普通嘅小區，但係把日子過到想過嘅樣子，呢份安身遠比住豪宅更加珍貴啊！你哋有冇發現呢？好多人眼中嘅幸福都係標準化㗎，個模塊基本都係大平層啦、好地段啦、夠體面啦，買房全部都係為咗面嘅。就算月供嘅壓力壓到你喘唔過氣，都要活成別人眼裏嘅成功人士啊！但係我覺得幸福根本就唔應該係咁樣㗎，幸福應該係早晨有陽光啦，歸家有溫暖啦，間屋雖然唔大，但係咧住得好舒心、好踏實，冇壓力，唔使攀比迎合。呢個世界咧最愚蠢嘅事就係用人哋嘅標準嚟定義自己嘅幸福啊！你眼中嘅幸福究竟係點樣嘅呢？歡迎評論區討論啊！好啦，今日係咁先，拜拜。拜拜。